道氣養神功由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張建國教授設計，係結合中醫理論同道家性命雙修嘅一套養生功法。呢套功法透過形、氣、神三方面嘅調，幫助驅邪扶正、固本培元、強化心肺等臟腑功能，並有助改善不良情緒。中醫認為，形係物質身體，係生命存在嘅基礎；氣係無形嘅能量，維持生長發育同埋活動；神則係精神、意識同思維，係生命嘅主宰。形為生命之基，氣為運轉之能，神為統帥之主，三者相生相合，先至能夠生生不息。道氣養神功一共有7式，兼顧上、中、下三招，另外配合一個預備式同一個收工式，可按照個人體質靈活選擇。如果有咳嗽、氣喘、心慌、胸悶、胸痛，可以多練第1至4式；脾胃功能較弱，可重點練第5式；體質虛弱嘅人士就可以以第6、第7式為主。若果按照次序完整練完成套，道氣養神嘅效果就會更佳。預備式立頂安牢。正式開始前，先進入預備式立頂安牢，可以採用站樁或者平坐兩種方式。中檔站樁式，雙腳平行分開，與肩同寬，五指輕抓地，膝關節放鬆微曲，雙手自然下垂於體側，沉肩垂爪，頭如頂物，下顎微收，雙目平視前方，舌頂上顎，呼吸細長而均勻，神志安詳平和，意守丹田，似守非守，全身逐漸放鬆。若體力較弱或不方便久站，可以選擇平坐式，坐喺平凳或者椅上面，大腿與地面平衡，小腿同大腿呈90度，雙腳平踏地面，與肩同寬，保持舌頂上顎，雙目平視，頭如頂物，含胸拔背，五指輕抓地，雙手自然放喺大髀上，持續細、勻、綿長嘅呼吸，心情安然平靜，意守丹田，似守非守，讓全身放鬆，然後準備進入正式功法。第1式三田開合，跟住進入第1式三田開合，下丹田開合。由預備式開始，雙手自然下垂，全身放鬆，自然呼吸。跟住雙手移至小腹前下丹田位置，掌心向外，手背相對，配合自然呼吸。吸氣時，兩手緩緩向左右水平張開，直至與肩同寬。呼氣時，雙手翻掌，掌心相對，慢慢合回至大概1個拳頭嘅位置。意念專注喺下丹田，一開一合為1式，共做9式。中丹田開合，跟住延長呼氣，慢慢將雙手移至胸前膻中穴位置嘅中丹田，掌心相對。吸氣時，雙手由胸前緩緩向外打開，掌心向外至與肩同寬。呼氣時，再翻掌，掌心相對，向內合攏至1個拳頭嘅位置，意守於中丹田，同樣重複9式。上丹田開合，
再度延長呼氣，將雙手移至額前印堂穴位置嘅上丹田，同樣同幅開合動作，亦都係9式。意念守喺上丹田。高血壓人士練上丹田開合嘅時候，手掌高度宜低於眼睛。三田貫通，延長呼氣，雙手喺額前翻掌，掌心向下，同名指相對，沿身體正中線慢慢下按至恥骨聯合位置。呼氣時，意念引氣由上而下貫通三丹田。吸氣時，雙掌喺下方翻為掌心向上，沿路慢慢提回至額前。意念引氣上行，上下往返為1式，共做9式。收式。最後延長呼氣，雙手掌心向下再按至恥骨聯合，然後自然下落，返到身體兩側，靜立片刻，回復預備式。整個過程要令姿勢、呼吸同意念密切配合。開嘅時候吸氣，意守丹田；合嘅時候呼氣，氣沉丹田。動作速度同自身嘅呼吸同步。本式為全套功法嘅起勢，旨在啟動全身氣機，通過上、中、下三丹田嘅開合，依次灌入天地嘅精氣，疏通奇經八脈及三焦經氣，激發命門真火，促進全身氣血循環，為後續各式功法奠定紮實基礎。第二式靈雀扣關，外展勢，由預備式開始，自然呼吸，兩臂從體側緩緩抬起，與肩同高，掌心向下，合掌勢，然後翻掌成陰陽掌，拇指向上，掌心向前，雙臂伸直，由身體兩側慢慢合攏到身前，掌心相對，兩拇指少雙穴相接，肩膊與手臂保持水平。佛掌調式之後屈爪，雙掌喺胸前一個拳頭距離合十，前臂保持水平，同時內旋，五指尖朝上，心神澄明，呼吸深長均勻，意守中丹田片刻。叩擊膻中，保持合十姿勢，前臂微旋，以雙手拇指、食指同中指嘅指尖，輕快而頻繁地叩擊膻中穴一帶，節奏約每分鐘200次，力度以胸部感到輕微震動同透熱舒適為度，切忌用力過猛。收式完成後，雙手自然放低，回到預備式，感受心胸開闊，氣血流暢。第二式靈雀扣關，呢一式重點刺激膻中穴，調暢心肺之氣，同時寬胸理氣，活血散瘀，宣肺止咳，寧心安神。常用於改善心肺功能，緩解胸悶、胸痛、心悸、氣短、情緒不寧等症，係強心健肺嘅重要保健法。第三式左右開弓，拍左爪窩，由預備式起勢，自然呼吸，全身放鬆，左臂向前自然伸直，掌心向上。右手四指並攏，以虛掌或實掌拍擊左側爪橫紋位置、曲澤、尺澤、少可穴一帶。拍左腕內側，
左臂前伸，爪微屈，掌心向上。右手用相同方法拍擊腕橫紋內側嘅太淵、大陵、神門、內關穴一帶，然後換邊，按同樣方式拍右爪窩同右腕內側，拍擊時力度由輕漸重，以局部能承受出現溫熱感或猩紅為宜。心肺有縮窒者，拍擊時如出現腫脹、疼痛，或拍擊後局部出現青紫瘀斑，屬於邪氣外透，無需驚慌。但體弱或長期服用抗凝藥者，應改為輕柔慢拍，少量出痧即可。虎口撞擊，自然呼吸，兩臂向前伸直，掌心向下，四指並攏，拇指下壓內扣，露出虎口，雙手同時向內相撞，碰擊兩側虎口及食指外側區域。整套拍擊嘅頻率約每分鐘120至140下，每個部位由60至100下開始，逐漸加至約200下。收息完成後，雙手自然下垂，回到預備式二手丹田，靜立片刻。第三式左右開弓，此式重點拍打爪窩、腕內側及虎口，以強力激發心肺二臟嘅精氣，宣散滯留嘅風、寒、濕、熱、淤血同疫毒等病邪，使其沿經絡通道及穴位排出體外，對心肺疾患如咳嗽、氣喘、發熱、胸悶、心慌、胸痛等都有顯著作用，對高血壓患者亦都有調節作用。第四式推雲見日，速勁勢，由預備式起勢，自然呼吸。吸氣時，雙手從身體兩側緩緩抬起至肋部兩側，屈爪，掌心向上，推掌向前。呼氣時，雙掌轉為立掌，掌心相對，指尖向前，慢慢向前推至肩爪腕成一直線。同時意念將體內病邪同濁氣透過雙掌推向前方嘅樹木、花草或者遙遠嘅虛空。回拉勢，吸氣時四指微鬆，拇指上翹，帶領雙手回拉，緩緩屈爪，將立掌收回到肋部兩側，掌心相對。此時意念轉為採收自然界清淨之氣，導入中丹田，一推一拉為一式，共做9式。初學階段，呼氣推掌時，意念以送走病氣為主。隨住練習漸深，體內胃濁減少後，可轉為練氣採氣。推掌時意守兩手掌，回拉時意念引自然之精氣歸入中丹田。收息完成後，雙手自然放下，回到預備式。第四式推雲見日，喺前一式驅濁嘅基礎上面，更進一步將體內胃濁之氣推出體外。第五式運土行水，掌心互持，由預備式開始，自然呼吸，雙手虎口交叉，掌心重疊。勞宮穴放喺肚臍上，男士左手喺裏邊，女士右手喺裏邊，二手下丹田，逆勢摩腹，以肚臍為中心，用帶力量嘅實勁
沿逆時針方向由細圈到大圈摩腹20圈，範圍由肚臍向上至劍突，向下至恥骨聯合，最後停喺恥骨聯合位置。順勢摩腹，由恥骨聯合開始，用實勁沿順時針方向由大圈逐漸縮小，摩腹20圈，最後掌心回到肚臍。疊掌推腹，雙掌疊加，由劍突下方向下，沿腹部正中線，以實勁平推至恥骨聯合，再以輕柔嘅虛勁貼住皮膚回到起點，重複20次。分推腹部，雙手分開，掌心按喺同側乳頭正下方嘅勒弓邊緣，以實勁直推向下至腹股溝，再以虛勁沿路回到起點，共做20次。整個過程意念要跟隨動作，推動時用實勁，回程時用虛勁，意到則手到，手到則力到。收息完成後，雙手放喺肚臍上，正手下丹田5式，感受氣機喺腹中運行，然後緩緩收工，回到預備式。呢一式重點喺調理中焦臟腑，疏通中焦氣機，疏肝利膽，健脾和胃。體弱者亦可採用仰臥姿勢練習。第6式三盤升降，外展雙臂，由站樁預備式開始，自然呼吸，左腳向左橫跨1大步，接近2肩闊，站穩後腳尖微扣，5指抓地，如同樹木生根，同時雙臂向身體兩側平伸至肩高，掌心向下，下降勢，身體垂直下蹲成騎馬步，雙膝彎曲，大腿盡量與地面平衡，或與小腿呈90度，同時雙掌以陰掌向下緩緩按至與膝同高，舌抵上顎，意念集中喺雙掌，好似按住一根有彈性嘅氣柱，漸漸變成一個大氣球。上升勢，吸氣時身體慢慢上升，將下按之掌翻成陽掌，掌心向上，如托起沉重嘅氣球。雙腿逐漸伸直，雙掌托回肩膊同高嘅位置，先專注於雙掌嘅氣感，再意想呢一個氣球隨住吸氣經手臂、胸部回流到下丹田，一呼一吸為一式。初學可以做6式，逐步增加至12式。收式完成後，雙腳合回與肩同寬，雙手按於丹田，靜立調息，然後回到預備式。本式以鼻吸口呼為主，下蹲與托掌時，呼吸與意念嘅轉換尤其重要，要以意引氣，將天地清氣匯入下丹田，動作緩慢而均勻。第6式三盤升降係一個強效補益嘅功法，透過大幅度升降動作，補益命門，交通心腎，疏通心、腎、小腸、膀胱嘅氣脈。長期練習能固本培元，可以有效改善因命門虧虛、心腎不交引起嘅腰膝酸軟、夜尿頻多、
頭暈耳鳴、失眠多夢、神疲乏力等病症。第七式元真歸海。預備式馬步樁，雙腳平行開立，略闊於肩，屈膝下蹲，身形中正，或者採用一般站樁式。體弱者可以平坐式。握拳勢，拇指輕抵喺無名指指根，其餘四指握拳，兩拳置於小腹前，舌抵上顎，目視前方1丈左右。脊柱挺直如串連嘅珠子，丹田吐納，凝神下丹田，用鼻短促吸氣3口或者6口、9口，將氣吸入小腹，直至覺得充盈為止。意念始終守喺下丹田，摒氣叩擊。喺摒氣嘅狀態下，以雙拳小指側交替，捶擊小腹下丹田區域，力度均勻適中，以腹部能承受並感到舒適震盪為宜，唔可以過猛。頻率大約每分鐘200下，可以先由400下開始，逐漸加至600下或以上，以丹田感到溫暖、震動、熱力由內向外擴散為佳。收息完成後，雙掌疊按丹田，深長呼吸3次，引導氣息歸元，然後回到預備式。第七式元真歸海，進一步將人體同天地之精氣收攝入下丹田。呢一式講求意到、氣到、力到同步，強力凝聚同補益元精、元氣、元神，使之潛藏於下丹田，通經活絡，和調五臟，增強體力同抗病能力。收功式天地分立。練完全套或者部分招式後，務必收功。先回到中檔站樁式或者平坐式，自然呼吸，意守小腹下丹田，似手非手，身心完全放鬆，然後雙手掌心快速互相摩擦至發熱，以熱掌輕覆雙眼片刻，瞠目明神，再由下而上乾洗面部，跟住十指如梭，由前額發際向後發際，由左到右，右到左，梳理頭皮。之後以拇指同食指搓揉、提拉雙耳，喚醒周身氣血。最後讓呼吸同心神慢慢回到日常狀態，神氣內斂。收功結束。練功注意事項：第一，三調合一。整套功法嘅核心在於調身、調息、調神三者緊密結合，當中以調神最為關鍵。練功時要令心緒平靜，意念專注，做到神靜、氣和、形順、自然，先至能夠收到最佳導氣養神嘅效果。第二，練功時辰，宜選喺陽氣生發之6陽時段，即每日子時至午時練功，尤其以早上5點至9點為黃金時間，切忌晚上8時之後先練，以免擾動陽氣，影響睡眠。第三，練功方位，講求順應天地，採納自然精華。日間練功可面向太陽，夜間練功則可面向明月，借助天地清氣，
滋養自身。第四，練功環境，室內室外都可以，但要選擇空氣流通、光線適中、環境清幽安靜嘅地方，有助心神安定，更易入靜。第五，持之以恆，養生貴在堅持。每次練功，若感到精神充沛、心情愉快、丹田溫暖，就係有效嘅標誌。只要日復一日，恆常鍛煉，時間長，自然精神充盈，身心康泰無病。